莱姆跟柠檬，我们洗净，把它压干取汁备用。再来，我们要煎鸡腿，那我们把锅子呢热了之后呢，加入少许的油，将鸡腿下锅，鸡皮的部分先朝下，鸡皮先煎，把鸡皮煎上色之后呢，我们再把鸡腿翻面过来煎肉的部分，直到两面金黄，大约要2分钟以上的时间。好，我们这个嫩煎鸡排呢，已经出炉了之后呢，我们又要开始做所谓的组装了哈。那看到我们有这个奇异果，正好要把奇异果的果肉呢挖出来。是，我们准备黄色跟绿色的哈。那我们有个很方便的方法，就是先把头尾切掉。头尾切掉之后，我们从中间1开2。哦，这是黄金奇异果。对，我们准备2个颜色。其实在家里面很简单，你把它切完之后，我们大拇指放在汤匙的上面，勺背哈。对，我们把它从这边轻轻的放进去，要凸出来。那我们等一下转一圈的时候，就会有一块完整的果肉下来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方法哎。这就是我们取下来完整的果肉。那我们只要一半就好了。一样，绿色的一样。可是这个奇异果它必须要有一个熟度太深，对，不能太硬的。对，太深还是你就要变成去找那个专门挖奇异果的汤匙，就是它的周边都有锯齿状的。对，我们先把它对开，它就是等下切完就是一个半圆形。那我们就切薄片。也不用太薄，因为太薄的话，你可能筷子一夹就已经断掉了。对，这时候我们就把它铺上来，对称的交叉。黄金奇异果也是一样。对切之后还要对看呐，然后这个是遥遥相对哦。是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奇异果切好之后，我们切鸡腿，盘式要好看，就是稍微修工整一点。那我是觉得我们今天可以直接比较大气一点，就把它用片的哈。对。因为斜切片的话，看起来呢是比较大。对，它会有放大的效果。所以，我们如果去餐厅吃饭您仔细看每一个刀工都很有学问哦。比如说，你今天去吃一个什么味噌松板肉啊，你就看它绝对不会直直的切，直直的切看起来很小片啊，它一定是薄薄的斜切，看起来又很大片，看起来很像老板就是非常的豪放然后很大方送你那么多。那我们今天是用比较霸气的盘子，对啊，因为真的是有够大，所以我们就让它更有霸气。第3片再把它盖上去，它的一个高度就出来了。这时候我们来煮西柠汁。我们先放一些水，大概半碗。好，那我们剩下的水拿来开吉士粉。它是用吉士粉，所以等一下会颜色会变比较黄，那个芡会有点金黄色。酸，那酸如果是比例是1的话，糖就要2，好，不然会酸的不得了啊。因为酸呢，它配上2砂糖之后，跟白砂糖的效果是不一样。2砂糖它的香气会非常的足够，而且跟柠檬的酸做结合起来，互相呼应，把对，提升的那个会互相提升出来。是，好，先把糖放进去让它溶匀啊。那这边是柠檬汁跟莱姆汁，那为什么要用2个啊？因为柠檬它太强烈，那莱姆呢可以再补足它的香气，可是它不会酸。莱姆它不会很酸，柠檬太酸了。OK， 所以我们取一个酸味，我们取另外一个香气。对，那我们在勾芡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把火关掉，这样子比较保险。那勾的时候呢，不要这样子倒，我们取一些
放进去，还是优雅一点的哈。对我们拿一些整个都匀了，你觉得没有那个凝结的那个块状呢？你再1汤匙或半汤匙加进去。就像这个浓度，我们可以自己补。那我不建议太浓，因为我们只是要勾薄薄的这个琉璃腱嘛。对，那太浓的话，吃起来就好像在吃那个寿司。对，就满嘴都是寿司。好，这时候我们下柠檬汁的时候，我们关火，我们不要开火。那这个酸就是依个人喜好，如果厨娘喜欢吃酸一点，我们就多加一点。那我是建议就是少加一点。好，我不喜欢吃酸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少一点。然后它会有一个柠檬的香气，这样子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把它淋在我们的鸡肉上面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淋上去，鸡肉也会变得很漂亮。哇，真的耶！真的会变得很漂亮。是，就感觉比较不会这样干干的哦，看起来这个鸡肉呢更软嫩的感觉哦。是。好的。哇，水当当啦，真的是水当当了哈。这样就完成我们今天的奇异西宁煎卵鸡。哇，他讲的好顺哦，我背了半天呢。奇异西宁煎卵鸡，哎呦，那个软差点又没有卷舌。OK， 好，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这个俊豪哈，从他注意到每一个这个细节，其实料理就是这样子，很多细节你注意到了啊，那就表示你非常的用心嘛哈。所以说今天他为我们真的是非常用心制作的这个幸福的这个料理呢，我们今天非常的感恩。谢谢。那外面还是下雨下很大哦，但是我觉得里面非常的温暖哦。